媽咪，自從我做咗媽媽之後，我先至體會到你。爸爸，一直以嚟同你都冇乜幾句，今日我要去英國讀書啦。媽咪，我好愛你呀！其實閱讀同埋寫作咧係不可分割嘅嘢嚟嘅，即係如果你想要寫好嘅文章咧，首先你要讀書，讀多啲書，因為咧文章好咧就一定要有好嘅內容，咁但係書本咧可以令到我哋增加我哋自己嘅內涵，同埋增加我哋一啲經歷。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，鼓勵市民積極閱讀同參與寫作，通過家書嘅主題推廣親情文化。比賽分別設有初級組、中級組同公開組，亦增設真情零距離家書特別獎1名，鼓勵同家人分隔兩地3個月或以上人士多啲同親人通訊。詳情可瀏覽活動網址或 Facebook 專頁。